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黃大仙廣場，我係今日嘅主持人 Smoker。喺節目開始之前，都希望大家點讚分享呢條片出去，俾更多嘅人知道我哋黃大仙區嘅第一手資訊。咁今日我哋就嚟到咗我哋黃大仙區議會，啱啱咧就結束咗呢個黃大仙區議會轄下嘅房屋委員會會議啦。咁我哋都聽聞好多議員同埋啲委員都喺會議上發表咗自己寶貴嘅意見。咁我哋今日都邀請咗其中一位同大家分享下佢喺會議上嘅聽聞，同埋有啲佢自己嘅建議。咁不如我哋出發啦！黃大仙區係全港比較多公營房屋項目嘅地區之一，房署應該積極喺嗰啲公營房屋項目當中去加裝一啲智能門禁嘅系統，亦都應該優先喺一啲新建嘅項目當中加裝相關嘅系統，整體去提升屋邨同埋屋苑嘅防火，增加居民嘅安全感同埋福祉嘅。啱啱我哋就結束咗今日黃大仙區議會轄下房屋委員會嘅會議。我身邊呢位就係我哋區議會轄下房屋委員會嘅委員，同埋呢個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先生。你好，啱啱就聽完會議上面咧，有聽到你哋提咗一個關於安全性嘅議題，咁就係關於呢個要求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公營房屋加裝呢個智能門禁系統，想提升呢個大廈嘅安保水平啦。點解會提出呢個建議，同埋呢個建議其實有咩好處呢？我相信而家好多一啲嘅，無論係住宅或者係一啲商業嘅地方咧，都有用一啲所謂叫智能門禁嘅方式嘅。其實都係想確保翻嗰個屋苑啦，或者係嗰個大廈嘅保安嗰個水平。畢竟我哋都留意到好多一啲舊式嘅屋邨，當然有啲嘅保安員喺度咧，即係亦都幫手去做一啲嘅檢查，或者係一啲留意翻個保安嘅情況。不過如果你加裝咗一啲智能門禁嘅系統咧，都有助於可能保安員啦去識別翻一啲嘅即係合資格嘅住戶啦。同時間亦都可能減低咗時話，即係啲住戶咧會要求啲保安員咧主動開一啲閘門。咁我哋都留意到，可能啲前線嘅同事都會面對住呢啲咁嘅摩擦嘅情況。咁亦都加上一啲新建嘅屋邨，而家喺屯門嘅顯發邨都做緊一個試驗嘅方式。咁我都係實地去參觀睇過嗰個嘅系統嘅運作，反應都算係好好嘅。有啲新屋邨嘅居民入到去住咧，其實問到佢適應開門嗰個方式，譬如話一個電話嗰個嘅QR code啦，或者一個拍卡嘅話咧，不過就算一啲老人家都好，都係適用到呢一個嘅系統。我覺得呢個值得去推廣翻喺其他嘅屋邨都可以用到相關嘅系統。咁我都覺得聽完之後，呢個對屋邨嘅安全性有好大嘅提升啦。如果真係實施上嚟啦，咁會唔會預計會遇到啲咩困難呢？咁我哋嘅調查裏邊都有問過一啲嘅受訪者，我哋都係做咗4800個嘅問卷嘅樣本，當中譬如話選擇呢個嘅八通啦，或者係一啲嘅電話嘅一啲 QR code，甚至乎拍卡方面嘅一啲選擇上面個考慮咧，咁亦都相對比較多啲係會選擇八通嗰個方式去拍卡。可能大家都用慣咗呢個嘅即係八通嗰個嘅系統啦。當然你話如果係其他嘅選擇裏邊咧，都留意到一個係希望都有翻個密碼嘅方式。不過密碼方面我都擔心到咧，咁過去可能有啲密碼會係外泄嘅情況嘅，所以可能喺選擇用呢個智能系統裏邊一啲唔同嘅工具咧，可能一啲居民都有唔同嘅一啲考慮點都未定嘅。頭先你就有提到八達通啦，好似有60%嘅人話想係圈人使用呢個八達通嘅作為一個門禁系統嘅一個拍卡方式啦。如果有八達通啦，咁啊可能涉及到佢一技術問題啦，同埋有一個跨部門嘅合作。如果真係選擇呢樣作為一個推進嘅方向，會唔會對成個計劃令呢個推行時間而延長？如果講翻譬如顯發邨就冇用到八達通嘅，主要都係兩個方式，就係一個電話嘅 QR code同埋拍卡。不過留意翻，同樣都係一啲公營房屋嘅機構，就係房協方面。其實都有轄下都有相當一部分嘅屋邨咧，都有用八通開門嘅方式嘅。咁其實我哋嚟緊都會同房協啦，同埋八通公司都會有個會議，去了解下，譬如話當中佢哋運作呢個系統嘅情況係點樣啦。再加上可能更加實際啲嘅嗰個成本個效益係如何咧？咁我哋都期望廣泛應用呢個咧，其實無論係喺一啲即係房協嚟講，或者一啲私人屋苑咧，都係用緊相關一啲嘅系統。我相信嗰個技術應該就唔會太困難。不過係睇下可能喺裝嘅時間段，譬如房委會唔會係下一步有一個推動喺其他屋邨會有一啲試驗嘅方式，就用八通去做啦。譬如新屋邨，甚至乎一啲舊屋邨嘅一啲所謂去加裝嗰個成本上面會係點樣樣？譬如話可能相對大量嘅屋邨就做呢個咁嘅新嘅安裝嘅話，佢成本可以降翻低啲咧，都有待可以去了解情況嘅。明白。咁多謝今日招生同我哋今日嘅一個分享啦。黃大仙區其實係一個舊區嚟嘅，都有好多一啲公共屋邨啦，同埋嚟緊彩虹邨又要重建，美東邨又會再落成啦。咁其實呢個門禁系統，我相信係對呢個黃大仙區一個公屋嘅安保係有好大嘅幫助，令市民可以更加有安全性啊，或者係幸福感嗰啲去提升嘅。
都多謝今日招生嘅分享，咁我哋今日節目都差唔多告一段落。大家記得一定要分享同埋點讚我哋今日嘅一個節目，我哋俾更加多嘅黃大仙嘅居民啦，或者其他區嘅居民知道我哋黃大仙區嘅第一手資訊，同埋都記得要訂閱我哋DeepC睇下先嘅呢個頻道。我哋下一集見啦，拜拜。